新闻头起先来关心中度风台小犬扫来台湾，陆上警报的范围扩大到新竹以南。对今仔日开始风雨就愈大，咱赶紧来听气象署最新的说明。目前西北太平洋上第14号台风小犬，它的暴风圈正笼罩花东地区、南投、嘉义以及高屏地区。随着台风暴风圈越发的接近，各地的风雨将更为的明显。 小犬台风目前还是个中度台风，在过去它的强度稍微增强一些，但是它的7级风暴风半径仍然是250公里，也预估未来会以这样的强度来影响我们。它在下午2点的位置已经来到鹅銮鼻东方大约200公里的海面上，我们预估未来它会朝偏西的方向移动，在明天它的中心将以穿过台东南端陆地到巴士海峡的几率最高。 今天在马祖、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，包括绿岛、兰屿以及恒春半岛，会有长浪的现象。而明天下半天以后，随着台风中心移到我们西南部海域的时候，除了东半部海面、恒春半岛有长浪现象以外，连中南部沿海和澎湖、金门都会有长浪的情形。兰屿的强阵风已经到达12级。 澎湖的东极有10级强阵风，花莲、台东也有9级强阵风，而其他各地区的强阵风大概都是到8级左右。其实这些的风力都在逐渐增强中。我们预估在桃园以南、花莲还有金门、马祖的5到6级平均风，8到9级的强阵风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清晨。已经可以看到，从今天晚上开始。 花东、恒春半岛的降雨明显的增大许多，然后甚至南部地区在明天清晨可能开始会有比较多的雨。